最近伫网络平台有一个幼儿园的家长抛文讲，伊看到囡仔的老师手骨甲骹有赤字哦。即支讲，即款有赤字的老师敢适合伫幼儿园教册咧？网络嘛有未少的讨论。有幼儿园的园长就讲哦，世代是真正无共款咯，社会多元，老师的专业能力才是上重要的。 做伙算现牌啊，互囡仔认捌动物甲日常的物件。幼稚园老师培养训练囡仔的反应能力。详细看，即间私立幼稚园老师有挂手表，真假无擦色。不过园长表示，最近有面试一个拄毕业的老师，真假有做美容、有擦花。那我以前呢，对这个美甲我也很不能接受，可是专业表现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都很好。对，那可能我觉得就是外表好像也就。 比较会削弱我那个感受。有30年资历的园长表示，老师的指甲袂影响卫生，干那小可擦一寡多样。落尾是注重专业甲学历，要是决定要甲聘用。若准讲老师的身躯顶有赤字咧。有一个幼稚园学生家长伫网络平台刊文表示，伊发现囡仔的老师伫手骨甲骹腿拢有赤字。家长是质疑这款人有啥物资格做老师教囡仔咧？ 自信并不一定是不好，自信有它独特的意义存在。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建立所谓幼儿在多元化的一个态度跟意识形态。假设那个图案，然后是他曾经看过的，或者老鹰什么之类的，那也许反而会发现说，我在平面上面是长这样，也许在人体的身上，因为它有幅度又不一样，这是他的发现学习。全高中强调讲，即马是多元社会，赤字无代表无好，老师只要有教学素养，就会当教囡仔。 若家长对赤字有刻板印象，来投诉要安怎呢？园长表示，会先观察老师的专业能力甲日常应对，若阵有影无理想，才会来调整。若无外表并未影响专业。记者林巧慧、沈志明台北报道。